大家好，我係 Baby 寶佩如。香港一餐飯嘅價錢就可以去東莞玩2日1夜，聽歌又有美食嘅純玩團。有一晚呢，仲係住喺東莞全新嘅酒店，仲有4餐豐富嘅膳食，同埋有景點玩添，真係抵到你唔信啊！事不宜遲啦，快啲同啲親戚朋友一齊嚟報名啦！喺11月7號前報名呢，我哋仲會送返一份精美嘅禮物俾你。12月6號、7號，東莞約定你，到時見啦！